我哋今大家好，又過咗胡慧沖啦。嗱，啱啱去完澳門翻嚟咧，咁都有點攰，咁所以容許我咧就偷懶少少，唞翻1-2日先至再正式出片拍嘢俾大家睇。咁其實咧去咗澳門幾日咧，都心掛住咩？掛住個竇啦。咁首先 YouTube 頻道咧就沒有太多精彩嘅片出啦，呢個我知嘅咁啊。甚至乎我個 Tiny Fans 科洛林嗰個嘅 fan page 咧都冇乜點 update 到，簡直名存實亡，我都好唔好意思。但係因為實在太忙啦，咁所以容許我就喺度講句唔好意思。希望嚟緊咧有翻多啲時間可以做得更加好咧。尤其是有一樣嘢咧，喂，大家睇睇。今日已經5月1號啦，你一路都唔講你想點先咁啊？其實我唔係唔講，講咗嘅，我擺咗條片喺呢個fan page 嗰度，但係可能大家就冇乜點留意，所以就冇乜點睇到。就係今日開始嚟泰國咧，要填 form 喎，即係咧飛機咧上面有張紙仔俾你填嗰，不過已經唔係紙仔，係用電子啊，係即係網上登記。究竟詳細係點咧？查實之前咧，我整咗條片加咗一啲嘅旁白同埋中文字幕嘅，大家不如去片睇睇啦。收位啲級大家好啊 ，Welcome to Thailand， 歡迎嚟到泰國。泰國移民局已經開始使用泰國電子入境卡或者所謂嘅 TDAC 方法，方便旅客嚟到泰國。但凡嚟到泰國非泰國國民呢，無論交通方式係陸路、水路定空路呢，都必須在線完成泰國電子入境卡 TDAC。翻嚟泰國嘅泰國國民呢，就唔使填寫啦。你可以在線提交 TDAC， 喺旅行日期前3日內啊，喺旅行開始之前呢，就準備好以下嘅資訊啦噃，例如你嘅護照或者旅行證件啦、個人信息，例如你嘅全名啦、出生日期啊、國籍啊，以及你嘅旅行行程，包括航班信息、抵達日期、你住喺個邊間酒店啊咁啦，以及任何必須要嘅健康聲明咁話。嗱，你可以去呢個網站登記。相當之方便快捷㗎，click 入去裏邊，又或者直接掃呢個二維碼。下一步需要嘅就提供你嘅護照信息，你可以加上清晰嘅護照相片，或者手動輸入英文嘅個人信息。跟住喺呢個 menu 選擇你所需要嘅前3個字母，咁可以令你更加快捷揾到正確嘅選項啦。然後提供你嘅旅行行程，包括你嘅航班資料啦，或者將會住嘅地點。點擊跟住下面呢個掣，咁就搞掂㗎啦。對於一啲特定國籍人士，又或者曾經去過一啲被定為高風險嘅疾病地區咧，13天內去過嘅人咧，都必須要喺系統之內咧提供你個健康證明喎。點擊下一步，繼續完成信息。如果你係同其他人一齊嚟旅行嘅話呢，你可以點擊添加按鈕，以添加佢哋嘅信息。每個人重複進行前面嘅步驟，而家花少少時間檢查你輸入嘅所有信息。如果有需要更改，就撳個掣更改佢啦。輸入埋你嘅電子郵件以接收 TDAC 提交嘅確認信息、同意條款同條件，然後點擊以完成你嘅申請。最後下載你提交 TDAC 嘅證據，同埋 check 下你嘅 email 以確保獲取確認啊！請確保你嚟到泰國嘅時候準備好呢個證件。喺抵達之前必須要在線完成 TDAC。未完成嘅話呢，移民局官員呢就唔會處理嘅入境程序嘅。感謝你嘅合作。如果聽完都唔明，可以打電話泰旅局查詢電話286-80732啊。嗱，當然啦，今日咧就係第一天使用啦，相信有啲朋友咧已經網上登記咗，然之後咧就做咗呢個入境嘅程序。但係畢竟咧，我都係將一啲嘅資訊話俾大家聽，我唔係一個 user。點解唔係一個 user？因為咧今日先開始。今日開始咧，但係我冇用過嘅，因為我早排咧早幾日喺澳門搭飛機翻嚟嘅時候，都仲係4月份係唔需要嘅。咁實情填嘅時候會有咩阻滯咧？或者入到境嗰陣會唔會有阻滯？原來嗰個嘅 immigration 咧唔識睇啊，或者點樣會唔會有咩問題？大家不妨留言話俾大家聽。做一個 user 嘅你咧，集思廣益，話翻俾大家聽。原來填嘅時候有啲咩嘅問題？有人曾經講我話死啦，佢要填嗰個嘅區份嘅喎，同埋嗰個區嗰個 area code 喎。咁我唔知點算。有朋友話：你亂填都得㗎，佢唔會 check 你。係咪真係亂填都得？佢唔會 check 你咧？定係唔可以亂填咧？定係點咧？嗱，大家用過嘅朋友不妨留言話俾大家聽，等大家可以知多啲、了解多啲，咁咪唔會錯啦。咁好啦，
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咁5月份大家嚟泰國有咩要留意咧？犀利咯，有3大展覽要睇嘅。第一咧就係呢一個嘅哆啦 A 夢啦，哆啦 A 夢 and Friends 之前喺香港搞得好成功啦，而家嚟咗泰國啦 ，Icon CM 外面個廣場有哆啦 A 夢擺咗喺度啦，兼且上邊咧亦都有展覽啦，大家都不妨去睇，同埋我都會拍俾大家睇嘅。另外就係之前喺香港搞個蒙面超人50週年嘅展覽啊，搬咗嚟泰國啦，喺MBK 商場裏邊就有得睇啊，我都會拍俾大家睇嘅，因為我都係嗰範嘅，我中意一範啦，咁就希望有多啲呢啲嘅展覽俾大家睇。咁當然通常呢啲展覽咧屬於小眾人喜歡嘅嘢，唔係個個會喜歡睇。咁但係無奈你唔喜歡睇，我喜歡拍咧，我真係想拍咧嚇。咁希望大家支持下，幫忙捧場啦。咁而另一個咧就喺 Central World，就係另一個嘅大型嘅動漫展覽啦。咁而嗰個咧我自己就冇乜特別 feel， 冇乜特別癮。反而可能大家喂，我唔係啊，我唔想睇蒙面超人，唔想睇哆啦 A 夢，我想睇呢個咁啊，咁我都會去拍俾大家睇嘅。咁總言之就係話呢個期間咧喺呢個泰國曼谷咧有3大日本動漫咧就進攻曼谷啊，咁大家喜歡都不妨去睇睇喎。咁樣哆啦 A 夢嗰個應該咁講，3個都要俾錢入場，咁但係有限錢啫。若然你係 fans 話，你都唔介意俾多少錢啦，係嘛咁樣。咁反而有個壞消息就係之前請打鑼咁打話晒俾大家聽，公告天下呢個。V3 蒙面超人 V3 啊，官內陽啊，慶祝生日會嚟泰國曼谷喎，咁啊，仲有 fans meeting 話正啦，6月份啦，但係點知咧，因為地震嘅關係咧，咁佢又決定唔嚟啦。咁但係其實日本都經常有地震㗎啦，咁泰國震過一次，佢又驚唔嚟。anyway 唔緊要啦，佢老人家嘅意願啦，咁所以呢一個嘅 fans meeting 嘅event 咧就取消咗啦。咁即係話。如果有啲朋友諗住6月份嚟見官內陽咧，就唔使見啦，因為真係佢唔會嚟啊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我仲諗住哇扮成呢個 V3嘅打扮去見佢啲，咁但係冇緊要啦呢個。咁反而我highly expect 嘅就係咩咧？就係5月份中村雅俊香港演唱會啦。中村雅俊香港演唱會5月20幾號啦，咁我都會翻去捧場啦。咁如果大家買咗飛嘅，到時大家一齊唱、一齊嗌、一齊喊啦嚇咁同埋咧，若然你買咗飛嘅話咧，話俾大家聽少少預告就係咩咧？佢唔會話同任何香港嘅 artist 合唱嘅，呢個唔會。但係咧入咗場之後咧，其實咧有個區咧有一啲嘅玻璃箱咧，就會擺咗一啲嘅佢嘅一啲同佢有關嘅商品喺度做展覽。呢啲商品嚟自細佬嘅，係嚟自我嘅。咁因為上次翻去訪問佢之際咧，咁拎咗好多嘢翻去啦。咁佢同佢經理人都覺得好 amazing 啦。咁主辦當局覺得，既然係咁，不如唔好嘥咗啦，不如公諸同好俾大家睇睇啊！好啊，冇所謂啊。正所謂獨樂樂，眾樂樂，熟樂。咁反正我買翻嚟都係擺嘅啫。咁倒不如公諸同好俾大家睇啊。咁所以若然大家中村雅俊粉絲同埋買咗飛嘅話，記住咧，到時入場之際咧，留翻多少少時間，唔好咁濛水喎，可以參觀下小弟嘅一啲嘅收藏啦。咁希望呢啲嘅收藏都會帶俾大家啲集體回憶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嗱，呢一條片咧，資訊娛樂並重啦，又有教你點樣即係網上整嗰個方啦，咁亦都有一啲嘅嚟緊嘅泰國事情啦，咁容許我今日唔外景喺屋企咁齋拍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會支持嘅話，記得 share 啦、like 啦、訂閱撳埋隔離個啷啷，可以 super fans 更加 very good 啦，多謝大家，多謝晒。